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2月18，旧历的正月25，礼拜二。台湾阁增加2例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，都是第19例白牌仔车司机的妈妈甲外甥囝婿。台湾即摆有22例确诊的病例，目前已经掌握到密切的接触者181个人，当时落追查司机染病的源头。 真有可能是一个为中国浙江返来台湾的台商，讲伊当时坐这台白牌仔车的时阵，扫甲真严重，但是当时采检是阴性，无感染。即摆要进一步采检这个台商是毋是有存在病毒的抗体，要来确认伊是毋是就是感染源。但是感染科的医师王立明讲，这个台商即摆已经无症状了，要确认这个感染源，恐惊有困难。 这2个案例都属于我们第19个案例里面的相关。白牌车司机因为武汉肺炎死亡，但疫情却持续扩散，即卖还阁出现家庭群聚感染。二是1月27的时阵，家族做伙食饭的时阵，大概是坐圆桌啊。2月15，司机确诊当天白血症死亡。16，司机的小弟无症状确诊。17、80外岁司机的妈妈甲30外岁外甥女婿嘛确诊。外甥女婿。 他家平常大家有接触，那最主要的来源大概是那一次1月27号的一个聚餐，所以他1月28就发病了，那然后再有感冒相关的症状，那采检是阳性。目前已经掌握密切接触者总共181个人，都是追查司机染病源头，疑似是一名返来台湾浙江台商。搭了我们这位案19的他的一个车子。 那其实他那天就咳得很厉害。即马台商1月2日回台，坐19例白牌车司机驾驶的车，了后就出现症状，疾管署往回追踪检验流感患者。司机带入负压隔离病房了后，2月15确诊染着武汉肺炎了后就死亡。不过，伫1月27，家族做伙食饭，都已经将病毒传入厝内人。即马针对浙江台商进行采检是阴性，不过因为2个人接触是1月2日，经过25天以上，感染科专家王立明认为，恐惊太确认。 证明是他传给他的话呢，你就必须证明这个人感染过。你要证明这个浙江台商感染过呢，你就必须证明他体内有病毒。那现在体内找不到病毒，所以只好去证明他曾经有过病毒。曾经有过病毒的办法就验抗体，因为他得过病毒感染，就会产生抗体。 若是台商的体内无抗体，恐惊真正感染源也有其他的人，民众担心可能因此演变做社区感染。那我想再来是维持说，应该是说一个零星的个案在社区内受到感染。我们可以说有人在社区被感染，可是因为中央防疫中心已经对于台湾社区感染做出一个定义了，目前的情况是不符合中央防疫中心的定义。 医师提醒，密闭的空间挂喙暗，较接洗手消毒，也是对抗疫情唯一的方法。